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强公公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该不会是要把我赶出去，你们要易主了吧？回皇后娘娘，皇上是怕您预期反应太大，怕您遭罪，想来兴圣宫陪你。您看，东西都拿来了。What？ 齐上要搬来兴圣宫来住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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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我坚决抵制。有什么了，娘娘？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就见您心神不宁的。我有办法让齐胜不来烦我了。娘娘，奴婢真是不明白了，皇上想对你好，你为何如此抵触呢？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怎么跟一个男人睡在一起？可是，自古以来，夫妻睡在一起就是天经地义的呀。谁告诉你夫妻就得睡在一起？要是跟你睡在一起，我还愿意。他想都别想。那，娘娘，你想到什么办法能让皇上不再来找您呢？哎，别害怕，这个呀是我特地从马来给姐妹们运过来的榴莲。臭啊！什么东西啊？我们还是吃自己的瓜子吧。现在的情况呢，大家私底下肯定都已经议论过了。皇上确实决定卷着他的铺盖卷来我的宫里常住，但是，所谓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我作为皇后，后宫之主，不能独享专宠，所以我便谢绝了皇上对我的恩宠。皇后娘娘，这是哪的话呀？您现在有孕在身，皇上理应多跟您待在一起。就是啊，就算是待在一块儿，又能待几日啊？你闭嘴，哪有你吃醋的份儿？就是。哎，你们这个时候跟我闹情绪，我可以理解。所以后宫日后的建设，我打算把它提上日程。我做了一个策划，还请姐妹们跟着我一起参谋参谋。娘娘，您说。这个策划案呢，叫做轮宿制。轮宿制，意思就是呢，让皇上按照表格上的次序，叫姐妹们轮番去大明宫侍寝。那岂不是让咱们雨露均沾吗？可是娘娘，臣妾实在不明白，您为何要这样做？你哈是不是想问皇后娘娘为什么这么好，愿意把恩宠分给你？分给我怎么啦？分给我怎么啦？我愿意。你们两个别吵了，听娘娘说。你们能不能沾得雨露，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。但是啊，这只是我的一面之词。皇上他又怎么能听我的话呢？姐妹们又有什么能力能得到皇上的圣宠呢？要怎么办呢？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现在云溪正在打仗，羞死了。国家很不富裕，皇上每日都在为了此事发愁。如果你们能让皇上高兴，忘记烦恼，他才能高枕无忧的叫你们去侍寝啊。可是娘娘，我们也不会打仗啊。就是啊，什么都不会。可你们能让皇上爽啊！哎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用钱买不到的，但是如果能用钱买得到，你们为什么不交出你们的 money 呢？妈，银子。你们只有让皇上排忧解难，皇上高兴了，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满足你们呢？皇后娘娘，这个玉簪略表心意，我宫中还有很多金银珠宝，我马上派人去拿。皇后娘娘，臣妾马上到宫里去取。我也命人准备东西去，我现在就去拿。哎，站住！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回来！站好了啊！站齐了，立正！我宣布，
第1届后宫大会圆满结束。娘娘，奴婢实在是想不明白，您说轮宿就轮宿嘛，干嘛让娘娘们捐这些呀？啊！皇上要是知道了，会不会发火？就是怕他发火，我才设下此计啊。奴婢又不懂了，您说皇上那样子也不缺这些金银珠宝啊？礼不在贵重，关键是皇上见了嫔妃们送来的这些金银细软，我就不信他还肯拉下脸来伤了娘娘们的一片爱国之心。我这么做就是想让他无法拒绝，骑虎难下。来，看着点啊，当心有台阶！来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鹏鹏叩见皇上。来，放下，来，打开。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这是啊，现在云溪正是吃急，后宫的娘娘们知道皇上整日整夜为了此事烦忧，一共捐出了这2箱金银细软，称作军饷。东西不多，皇上一点心意。那你替朕谢谢他们吧。一句谢谢就完了？不然呢？那些妃子们想要什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皇上他们就那么一点小小的心愿，您就不能满足？如此，那你还是把这些东西退还给他们吧。哎，这些东西啊，是还不回去了。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，所以才来跟您商量一下轮宿的事儿。轮宿？皇上，我知道您是一个有节制的人，但是这后宫有名分的满打满算不过那几个人，咱们就排着来吧。一天安排一个人到大明宫去伺候皇上，再给您留几日休息的时间。咱们得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制度。是谁允许你这么做的？还不是鹏鹏体恤您，才想到这个万全之法。你这是关心朕？朕看你这是把朕给卖了吧？鹏鹏是出于一片好心呐。前些日子您差点就犯了专宠一人的禁忌，现在呢，既能亡羊补牢，又能解决军饷的燃眉之急，换做任何一个男人都笑疯了。张鹏鹏，你做事要有个限度，小心收不了场。皇上要是不答应，那才叫收不了场呢。所谓吃人家的嘴短，拿人家的手软。你，皇上，臣妾觉得后宫的那些妃子们也挺不容易的，她们整日整夜的跑来我宫里闹，您说我这还怀着孕呢，我哪受得了呀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您就答应了吧。看在你怀孕的份上，朕就不跟你计较，此事便听你的。太好了，那我这就回去给他们报个信儿。皇上，按照皇后娘娘制定的轮宿表，今晚该是皇妃来执勤了。知道了。
娘，我给您弄来了，这就是事情人素表。宝贝儿，真是辛苦你了，又让你去跟强公公使美人计啦。真是春雨贵如油啊！皇上虽说去后宫的日子少了点儿，好歹也算是去了，我也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哼，今天碰到皇良园宫里的一个小宫女，竟然都不跟我行礼了，都是伦素之害的。娘娘，您这是何苦啊？宝贝儿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啊，去给大明宫啊送完补药去，啊？顺便表达